光閃閃星光。依家係29號嘅晚上，宏福苑嘅救火工作已經告一段落，消防已經撤離現場，開始由警察接力，幾百位嘅遇害者辨認組先搜索10位冇咁嚴重嘅兩座，暫時未有發現。受影響嘅居民應急錢繼續派發，大家嘅心情仲未平復，最大嘅願望都係希望政府安排一個穩定嘅住所，未來幾年可以安心居住。今日週末假期，好多有心人特登過嚟獻花致哀，現場打晒蛇餅，到處都可以見到花海。好多市民都嚟到社區弔唁處鞠躬悼念，唔少人傷心落淚。物資多到已經唔再收啦。中銀香港冇閂到門，方便市民捐款。好多鋪頭都擺咗物資包，等有需要嘅居民自己攞。忙碌咗一日，600位嘅遇害者辨認組終於可以收工啦。場面真係好壯觀，要好好休息啊！聽日仲要繼續搜索。警察首次為記者設立咗休息區，有水飲，有電充，我哋先至可以為大家帶嚟更多嘅現場報導。